聽過咧呢句經典嘅對白就係我大聲唔等於我冇禮貌，係咪？係啦，所以其實咧我唔出聲咧都唔等於我有禮貌。你覺得佢個樣 nice 唔 nice 啊 ？friend 唔 friendly 啊？咁你咁問佢嘅咁答啦。咁我咧。即係無論係魚蛋定係燒賣定係哇，勁大陣味啊！全部係啊，冇錯，好大陣味嘅，冇錯。咁咧我已經試過咧，我老細坐我對面嘅啫，其實我老細就話：誒，你好肚餓啊！即係我翻幾日工之後，佢其實第一次係真係第一次啊！希望唔係最後一次。哦，係希望你唔好介意我哋今日比較即係之前啲演唱冇睇啦，係咯，嗰個車門係咁啊，即係我咁樣嘅。好心動係啊，係啊！車門喺呢邊，車門喺呢邊。其實咧，我已經初望得。好驚啊！爭一首啊！爭一首啊！下次我會唱到20首㗎，我翻屋企準備下先。以後真係講真，飲親啤酒都會飲佢。我其實少飲啤酒嘅，咁但係因為我係中意飲梅酒嘅。個發電機突然間着咗火，燒着咗個樓梯，火勢仲一路蔓延到3樓添。而賓客咧亦都塞死晒喺3樓，而新娘咧同埋新娘嘅全家咧都葬身咗喺承珠樓裏邊。一棵多羅樹最高嘅高度係可以生長到780尺，即係話海洋會由當初嘅490尺到560尺，一路下降到得返780尺。跟住原文繼續係咁講嘅。從7個人嘅身高減到1個人嘅身高，水位再由人頸部嘅高度，最終退到去腳，然後海洋就會全部消失。好彩嘅係後羿老婆常我喺後邊追到你，及時阻止咗後羿殺埋最後一個太陽。於是後羿就吩咐最後一個太陽要安分咁做好太陽照耀大地嘅工作。就係咁，大地又再次回復正常啦。情緒管理啦、時間管理啦、社交能力啦、領導才能、財商、企業思維等等。同埋而家咧，佢哋有一個小企業家暑期訓練營，1連5日嘅 day camp，最後一日咧仲有個成果分享會嘅喎。